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我们要从今天开始来读历代志上下。今天晚上要请静怡师母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进入共读的新书卷历代志上下。我们要再次认识上帝你从过去旧约时期到现在的话语，了解上帝透过拣选的百姓来实现你的计划，更清楚知道你依然信守你的应许直到如今。也再次让我们认识大卫和所罗门的成就，以及利未族的制度。虽然这些族谱离我们非常久远，执行礼拜的仪式也非常繁琐，但我们愿意透过共读的方式来更多认识上帝你的计划以及你的心意。恳求你让我们能够持之以恒来完成这卷书卷，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那在我们要读经之前，我们先来介绍历代志。历代志是一卷不容易读，可以说是跟希伯来书列在圣经中困难的书卷。希伯来书的困难是在于它的用意深远，并且它还有字词，还有它有旧约的背景。但历代志上下它难懂的原因，会让人家觉得它读历代志很无奈，读历代志很无趣，读历代志很无感、无力、无理、无言、无聊。为什么无奈呢？因为历代志上下加起来总共65章，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旧约当中是没有分成上下，是到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才分成上下。无趣呢，就是里面一堆的人名我们都不认识，那读他的名字代表什么意义呢？无感就是我们对这个历史没有历史感，我们不晓得这个历史到底背后发生什么事情。读历代志的无力呢，就是我们会力不从心，因为人也不认识，历史也不认识，地理环境也不认识，所以越读越无趣。还有读历代志觉得很无理，无理就是没有看到真理，甚至看到这些的国王，为什么他被上帝称为是好王？为什么大卫他犯罪还可以继续做好王呢？无言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传历代志，用历代志来讲道，或是用历代志来传福音，我们不晓得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真理。那当然无聊就是不晓得要跟谁聊，没有人可以聊。所以透过这几个历代志难懂的原因，那牧师也提供一些建议，让我们在这读历代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来做参考。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将历代志65章来掌握它的结构分段。其实等一下我会介绍，大概1分钟就可以把历代志上下2卷书都可以讲完，不到1分钟的时间，只要掌握你就知道这卷书在干什么。第二，一堆人名我们不用记全部的人，只要抓重点人物，而且等一下也是1分钟你就知道是哪一些人是重点。第三个，历史感我们要先了解学习年代背景，所以旧约的年代背景，好，它哪一个王朝，然后它的怎么样旧约的演进，好，从这个苏士德萨萨王王代代拉尼斯，好，这12卷历史书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把它抓住掌握，好，因为历代志涵盖全部的历史书旧约当中。还有无力就是我们不晓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需要聆听圣灵的启示，我们需要从历代志来发掘基督的信息，更要从历代志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读历代志让我们要寻求就是三一上帝的帮助。那最后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历代志来传道，那我们要先祷告再传道。所以希伯来书告诉希伯来书的读者不要走回头路，继续往前走。我们同样读历代志也要抓住这个精神，我们过去没有读过读完整，我们也不要再走回头路，要继续往前走。所以盼望我们透过大家的参与，我们可以彼此来鼓励。好，那么用1分钟看历代志上就是2件事情，1到9章讲到家谱，10到29章讲到大卫的事迹，这样子10秒钟就讲完历代志上。好，那家谱里面就是显示大卫是神对所有的王的一个标准，所以就用大卫当作标准。什么是好王，什么是不好的王，就看大卫。而第6章到8章呢，讲到了6章呢讲到的是利未人跟祭司是圣殿敬拜的主力，所以他特别看重的不仅是犹大支派，还有利未已经不成为支派，是利未人。而7到8章讲到其他支派，9章讲到被掳归回之后的以色列众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的事情。好，那在10到29章的下半段呢，讲到扫罗之后，其实是为大卫来铺陈，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
大卫运送约柜进入耶路撒冷是13到16章，17章大卫想建圣殿，但是上帝不准，所以另外呢18到20章大卫的军事上的成就，还有他其他的重要将领，以及21到29章最后就是大卫在建造圣殿上面的贡献。所以历代志上呢，好，这样也应该不到1分钟，总共是2个段落，然后10件事情。如果我们掌握之后，历代志就很好读。那历代志下呢？历代志下就讲这几个人，是7个人：所罗门、亚撒、约沙法、约阿斯、希西家和约西亚，6个，加上大卫，总共是7个。所以历代志下就是继续的大卫后代的故事。最后36章1到23节，那么知道历代志的写作时间是在被掳归回之后，跟列王记不一样。所以在旧约的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中，是把历代志不仅是一卷书，而且是放在所有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是压轴，是放在最后面，因为它在年代来讲，它是最晚完成的。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1章的1节到2章2节，对，这当中很长，已经有包含了55节。好，所以大概快速看一下，今天这段就讲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以色列的家谱，包括可以分成亚当到洪水时期的家谱，那就是指挪亚，然后再来就是洪水之后的家谱，然后到亚伯拉罕从闪到亚伯拉罕之间的家谱就24到27节，再来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从亚伯拉罕之后，虽然以实玛利的后代、以撒的后代，还有后来亚伯拉罕在他的太太撒拉死了之后，又娶一个基图拉又生了6个儿子的后代，他都做交代。然后传到雅各的2个儿子以扫和雅各。好，那先讲以扫的后代，再来讲在以扫为什么跟以东有关系，好，就是这里要交代的。最后才是雅各又叫做以色列的后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的经文。好，那我们就请牧师良带领我们来读今天的历代志上，我们先从第1节来读到第3节、第4节，1到4节。第1节，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雅，雅雅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了3个儿子，闪、含、雅弗。好，那这里我们在希伯来书已经读过了，亚当第1代，所以到挪亚是第10代，那闪、含、雅弗就是第11代。但是这3个兄弟为什么闪会继承挪亚？好，就是接下来他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来看第5节到第7节，继续5到7节。雅弗的后代有哥灭人、马各人、马代人、亚完人、土巴人、米舍人、提拉人。哥灭的后代有亚什基拿人、利法人、陀加马人。亚完的后代有以利沙人、他施人、基提人、罗德人。这样有看得到我的屏幕吗？我把屏幕拉过来。那在这5到7节里面呢，先交代这挪亚的3个儿子的后代分别就是先从亚弗来介绍。好，那这里会有提到几个名字是我们可以来认识的。譬如说讲到哥灭呢，就是使徒行传里面15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些的国来的地区，有个叫加帕多家，就是从哥灭人来的。那后面还提到他施人，他施我们知道就是西班牙，所以亚弗他的后代呢是横跨了伊朗、土耳其、欧洲这个欧亚大陆这是亚弗的后代。那再来从第8节到第10节，再请牧师娘继续来读8到10。含的后代有古时人、埃及人、弗人、迦南人。古时的后代有西巴人、哈菲拉人、萨弗他人、拉玛人、萨弗提加人。拉玛的后代有示巴人、底但人。古时有一个儿子名叫宁禄，他是历史上第1个强人。那含的后代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第一个讲到古时人，就是非洲的伊索比亚，那就是黑人。麦西，第2个我们的现代中文本直接改成埃及人，那和本翻成麦西就是埃及人。所以再来又提到了弗人和迦南人，所以迦南地的迦南人呢是含的后代。好，那在这个古时人当中呢，这个含的老大当中，古时人还有一个这个
宁录，特别又提到这个人，这个人也在创世纪也出现过，那他就是一个勇士，但是宁录的意思也是勇士，或是他是一个造反者，所以我们刚才看完挪亚3个儿子的亚佛，又看了含，然后现在呢还要看闪，但是闪之前呢又介绍了迦南的后代。为什么要介绍迦南的后代？我们先把11节、12节来读完11、12节。埃及的后代有路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菲陀人、非利士人，是这一族的后代。那这里麦西就是刚才提到埃及人，那埃及人后代有这些，特别讲到这里有利哈比人，这个利哈比人就是现在的利比亚，也在非洲的地区，所以这些利比亚的人呢，早就被写在圣经的名字当中。然后呢，加斐托人，在这里加斐托就是克里特岛在地中海的中间就是这个保罗派提多去的那个克里特岛。那这里还提到说，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这一族的后代，所以他也交代了非利士人是海上民族他们是从克里特岛来到了迦南地，然后后来就在非利士成为这个以色列人在4世纪当中常常要征战的非利士人。这一切呢，现在从念到都是含的后代。那再来我们来看含的第4个儿子，含只有4个儿子可是呢，这个第4个儿子的迦南为什么很重要，被放在这里？我们来念13节到16节。迦南的后代有西顿人，西顿是长子，赫人。迦南也是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希尼人、亚瓦底人、喜玛利人、哈马人的祖先。那迦南我们都会说迦南7族在迦南地有7族。那他的长子是西顿，所以西顿就是我们在看那个推罗西顿的那个西顿，早就在圣经当中出现了。还有赫人我们也在圣经当中常常看到，就是在迦南地的3地，这个约书亚要进去的时候都要打赫人。耶布斯人也是有看到，亚摩利人我们也常常看到，然后在后面的哈马人哈马人就是指整个迦南地的最北边北界。所以迦南他这里的这些儿子呢，成为一个很重要。所以按篇幅来看，亚佛只有介绍5、6、7，可是含跟含的儿子迦南呢，介绍了从8到16节，篇幅很大。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到底这闪、含、亚佛3个谁是长子？圣经没有明说，可是我们可以回到创世纪的第9章。第9章呢，就是从方舟出来之后，挪亚种葡萄之后就吃葡萄，就酒醉，赤着身子。但是呢，9章22节，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的父亲赤身所以在闪、含、亚佛当中呢，迦南已经有了儿子含，而且呢含就是就讲错了，含已经有了儿子迦南，但是这个含呢看到父亲赤身，就去外面告诉他另外2个兄弟，就是亚佛和闪。结果呢，这2个兄弟是倒退进去遮盖父亲的赤身，他们背着脸没有看父亲的赤身。而挪亚酒醉清醒之后，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情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3个儿子没有被诅咒，是孙子被诅咒。那这个迦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迦南。所以按照这个圣经的推测，挪亚诅咒的是他的孙子，这个孙子呢很有可能就是挪亚的长孙，意思就是说这个含呢他应该是大哥，应该是长子，本来不应该传给闪，但是呢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读的第8节上面，这里有看到含有4个儿子，古时、埃及、佛跟迦南，迦南又被放在最后面。迦南可能是长孙，但是因为被挪亚诅咒之后，说连这个迦南要做最小的弟弟的闪的奴仆所以他被放到最后面去那但是这是不是圣经上面有这样明确的记载？但是让我们知道，从前面一开始1、2、3、4节很顺就第一代一直到第10代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到第11代换闪起来继承了挪亚？就是他在解释这一段。好，那我们看闪他怎么交代呢？从牧师长再从第10节对不起，17节来读到18节啊。闪的后代有以兰人、亚述人、亚法萨人、路德人、亚兰人、乌斯人、户勒人、基铁人、马斯人。亚法萨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好，那我们看到闪呢得到了父亲的祝福之后呢，好，闪是应当要受称颂，闪要迦南要做闪的奴仆啊，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好，所以在挪亚的祝福当中呢，闪就被排序排到第一，所以历代志呢也按照这样子的排序，其实整个旧约圣经就已经照这样排序，闪呢就继承了第10代的挪亚，闪就成为第11代。但是闪呢，同样问题又来了，闪有1、2、3、4、5、6、7、8、9个儿子，9个儿子谁来继承闪呢？是第3个亚法萨，但是我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好，但是我们从后面看到亚法萨就继承了闪，成为第12代啊。亚法萨成为第12代，然后呢，亚法萨又生了2个，又生了沙拉，沙拉又生了希伯，希伯。刚才我们读到，在我们今天的希伯来书结束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希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过河，过了河，哪个河呢？这个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格里斯河。所以他们是从希伯过了河去到那边住，所以希伯呢是第14代，可是到了第20代，亚伯兰又要从大河那边又回来迦南地啊，又再回来迦南地，好，所以他们这边住了7代。好，那我们继续读第19节到23节。希伯有2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在他的时代世人分散各地；另一个名叫约摊。约摊的后代有亚摩达人、沙列人、哈萨马菲人、耶拉人、哈多兰人、乌萨人、德拉人、厄巴路人、亚比玛利人、示巴人、阿斐人、哈菲拉人、约巴人。好，那闪的儿子这几个儿子当中呢，大部分都是在阿拉伯地区哦。好，那在第19节提到希伯有2个儿子，一个是法勒，但是呢，他把这个长子把这个第15代呢就交给了法勒。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写个因为在因为在他的时代，法勒的意思就是分开，法勒意思就分开。在分开的时代，世人分散各地，那我们就知道创世纪的第11章巴别塔事件。所以巴别塔事件按照圣经，按照这个族谱下来，大概就是在希伯希伯之后的法勒，人就被分开，变乱口音。其实法勒有一个兄弟叫约摊，好，那这约摊呢也是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啊。那为什么是继承给法勒，不是给约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历代志非常的功夫啊，把约摊他总共有13个儿子，刚才念的13个儿子通通写下来。所以希伯只有2个儿子，而约摊有13个儿子，但是上帝就把这棒子传给了希伯，就是从闪。所以我们继续来读24节到27节这一段的最后，24到27。从闪到亚伯兰的世系如下：闪、亚法萨、沙拉、希伯、法勒、拉吾、希路、拿赫、他拉、亚伯兰，又名亚伯拉罕。所以这个族谱就继续下去了。闪是第11代，亚法萨12代，亚法萨也不是大哥。沙拉第13代，希伯第14代，15代法勒可能也不是大哥，16代拉吾，17代希路，18代拿赫，19代他拉，20代就是亚伯兰。这我们非常熟悉，就是亚伯拉罕。那你要在创世纪有提到亚伯拉罕就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哦。那刚才我们有看到加勒底这个名字哦，加勒底这个名字就是在闪就是亚法萨就是加勒底人的祖先，所以可能是希伯过去了，或是在希伯的之前，亚法萨就是希伯的阿公就已经可能去到了加勒底，去到那个地方那边居住。但是上帝要这个亚伯兰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然后经过哈兰回来到这个迦南地。
好，那所以这个是从第1节一直到26节，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总共20代。好，那怎么样接到大卫呢？我们今天不会今天会看不到大卫但是我们这个这个历代志就是要帮助人把它衔接起来。好，那所以现在从28节到33节在交代的是以实玛利的后裔，还有亚伯拉罕其他的后裔好，所以我们接着再来读28节到33节。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是以下12部族的酋长：尼拜约，以实玛利的长子；基达、雅革别、米比山、米施玛、杜玛、玛撒、哈大、提玛、伊图、拿菲斯、基底玛。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为他生了6个儿子：辛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施巴、舒雅。约山有2个儿子，示巴和底旦。米甸有5个儿子，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以勒大。好，那这里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把以撒放在以实玛利前面。好，以实玛利比以撒大14岁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撒拉是信心之母所以信心的父亲跟信心的母亲所传承的以撒就延续了开始第21代亚当开始之后的第21代。但是呢，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应许之约所生的儿子。所以是玛利自己也有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都被记载在这边，就是阿拉伯，他们都住在旷野。然后32节又提到亚伯拉罕在他的妻子死了之后，又娶了他的妾基土拉，又生了6个儿子。这6个儿子当中呢，特别他要提到的就是这个示巴，还有底旦。所以这个示巴女王呢，来见所罗门，也是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来的。所以这是这一段。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到这个雅各第22代。但是在介绍22代雅各之前呢，他要先交代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所以我们再从34节来读到第37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有2个儿子，以扫和雅各。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流尔、耶乌斯、亚兰、可拉。以利法是提曼、阿抹、喜坡、加旦、基纳斯、廷纳、亚玛利各部族的祖先。流尔是拿哈、谢拉、沙马、米萨各部族的祖先。好，那所以21代的以撒生了2个儿子，双胞胎，同时出生。但是以扫，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已经提过了，出卖长子的名分就跟着雅各走。雅各后来被上帝改名叫以色列，因为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那这里要提到特别就是亚玛利人所以这个亚玛利在这里出现呢，就是他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那亚玛利从出埃及记就开始跟这些雅各的后代在抗争，甚至到撒母耳记的时候，上帝也要这个扫罗去消灭亚玛利后来亚玛利是真的完全被消灭了。那这个就是创世纪36章有提到的关于以扫和雅各的记载。那我们再接着看另外一批人，不是在亚伯拉罕亲生的后裔，但是呢，也在这些族谱当中记载他们，就是希尔人希尔人的记载从38节到42节，我们再来读希尔的后代。以东地区的原先住民是希尔儿子们的后代，罗摊、何利和希曼2宗族的祖先。罗摊有一个妹妹叫廷娜。朔巴、亚勒文、马拿辖、以巴路、示波、阿南等宗族的祖先。即便有2个儿子雅雅和亚拿。亚拿是底顺的父亲，底顺是辛旦、伊士班、易兰、基兰等宗族的祖先。以查、辟罕、撒番、雅干等宗族的祖先。底山、乌斯和亚兰2宗族的祖先。那希尔呢，是在希尔山，那他们在圣经当中被叫做何利人他们就住在那个迦南地区的当地的原住民是当地原来的居民。那这希尔呢，希尔他有7个儿子，这里提到7个儿子，还有呢提到他的女儿叫做廷拿，在这里廷拿。
而这个亭拿呢，后来我们从创世纪的36章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个希尔的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以扫他的长子以利法，成为以利法的妾。所以从这里开始呢，希尔人就跟以扫通婚，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也通婚了。所以希尔人也因为这样姻亲的缘故，其实名字被放在这个族谱当中，也表示说他们受到上帝的这个庇荫哦，上帝也看顾他们，所以他们虽然有时候和以色列人冲突，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被上帝记载的。所以这里这7个儿子跟1个女儿，他们呢都放在圣经历代志一开始的这个族谱当中啊，族谱当中。好，那我们再来看以扫还没有讲完，好，刚才先介绍以扫5个儿子。然后以扫的大儿子娶了希尔的女儿，好，所以这也是他算是以扫的后裔。接下来又是以东啊，因为以扫后来又叫做以东，所以在以东地区有这些的王。那我们来念从第43节到第50节。以色列没有君王以前，下列诸王相继统治以东。比尔的儿子比拉建都廷哈巴，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提曼地区的户山，比达的儿子哈达建都亚卫德，他在摩押战役击败了米甸人。马士利家人桑拉，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雅各坡的儿子巴勒哈南，哈达建都巴乌，他的妻子米西他别是马特列的女儿，米萨和的孙女。好，那这里讲到以东都是以扫的后代。好，那以东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就是跟雅各的关系呢，就像这对兄弟一样，就是常常就是怀恨在心哦。虽然一下有复合，但是后代还是继续在争吵跟分分合合当中。这里讲到以东地区呢，就是在约旦河东，有8个王，8个王里面呢就有2个哈达王哦，所以这2个哈达王，而且这8个王都不是直系的关系，都是不同的父亲，所以他们就是轮流先后，这样靠征战、靠革命、靠攻打，然后来取来做以东地区的王哦，所以是非常混乱的地区，所以谁也不服谁。那在新约当中，大希律王就是以土买人，以土买人就是以东人哦，所以为什么大希律要杀害那时候耶稣出生的时候要杀害那时候男婴呢？因为他还在怀恨的这个雅各，还在怀恨这个雅各，在做残害雅各以色列后代的事情，所以这里讲到以东诸王，而且呢，并且圣经也提到，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撒迦利亚书讲到了这个以东，他也不顾念弟兄手足之情哦。当这个以色列被掳的时候，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他们以东人就嘲笑他们，甚至还进来占领了这个迦南地这些以色列人的地区，所以他们的仇恨结了好上千年了。好，那么继续再从51节来念到54节，51到54。以东各部族的酋长是平纳、亚勒瓦、耶铁、阿和利巴马、以拉、比嫩、基纳斯、提曼、米比萨、马基迭、以兰。那刚才讲的是8个王，这里讲的是11个族长。那这11个族长就是他们是血缘家族的关系，有11个族长。那我们大概就知道，所以以东地区呢是一个很复杂繁杂的地区，但是呢，为什么这个历代志的作者编在这边？因为都是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是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而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是亚当的第20代。然后我们再看，今天要读到第2章的第2节，所以再请读第2章的1、2、2节。雅各有12个儿子：吕便、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悯、拿弗他利、迦得、亚设。那这里就列出了，终于回到了第22代第22代就是雅各12个儿子，但是这里要注意就是他的排序，前面呢6个是正确的，可是呢从但之后呢，他把约瑟、便雅悯放到很前面的位置那在圣经当中这个创世纪就有2种的排法，然后历代志有不同的排法，那这些排法呢都有它背后的用意
那为什么约瑟跟便雅悯被放到这么前面的位置？因为他们约瑟是这个雅各非常晚年才生的，便雅悯又更晚。但是为什么他被放在这边？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讲。不过我们来看一节，我们就来做一个 ending 在历代志上的第5章第2节，就是吕便的后代。吕便是谁呢？吕便就是雅各的长子本来这个吕便他应该要成为第23代，要继承第23代。后来继承的是犹大，因为从历代志就可以看到这是继承犹大。可是呢，在历代志这个作者编者的观点呢，他认为第2节犹大支族最强大，从他产生的一个领袖来统治所有的支族但是呢，第5章第2节后面呢，括号前面在前面括号，吕便大哥跟父亲的妾有染，因此失去长子的权利，这个长子的权利归给了约瑟。所以在历代志作者的观点，他觉得长子是跟着约瑟，其实这也正确。所以为什么后来以法莲、马拿西变成2个支派，然后以法莲、马拿西还要双手交叉的祝福因为他是继承了这个本来要继承的这个继承了这个雅各第23代的祝福但是呢，却这个23代呢，最后还是归了犹大。那所以呢，这是我们明天历代志上第2章会继续来探讨的故事。好，所以今天我们第1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1到10代没有问题，亚当的1到10代没有问题，但是第11章有很大的讨论，闪、含、雅弗为什么闪取得了长子的名分，然后第11代呢，在到第19代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亚伯兰，为什么亚伯兰取得了长子的名分？亚伯兰是3个兄弟，就是哈兰亚伯兰的父亲叫做他拉有3个儿子，哈兰、拿赫、亚伯兰。亚伯兰是3个兄弟里面最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拉死的时候205岁，可是亚伯兰那时候呢是75岁，所以亚伯兰跟他的父亲差了130岁差了130岁。可是呢，哈兰应该是大哥，拿赫呢是二哥，亚伯兰是小弟。可是哈兰比他的爸爸他拉还早就死了，在创世纪的第11章、第12章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而拿赫呢，二哥拿赫呢，他又娶了哈兰的女儿，剩下亚伯兰。而且拿赫呢，他也不愿意离开乌尔加勒底这个地方，所以只有上帝就呼召75岁的亚伯兰。可是亚伯兰出来之后，带着大哥的儿子就是罗德，所以为什么整个创世纪亚伯兰跟罗德之间的关系绑在一起？因为罗德本来应该是第21代的继承人那是要传给这个大哥的儿子。但是呢，创世纪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亚伯兰怎么成为信心之父，也成为这整个历代志的焦点。所以亚伯兰不管生了以实玛利，生了以撒，或是生了跟基图拉，又生了6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总共有8个儿子。但是这8个儿子的后裔呢，都是上帝的应许之约当中，通通被编进来，在这个历代志上当中所以以至于后来的以扫，还有加上后来的以扫跟后来的以东跟西尔人也都被加进来。所以历代志上第1章就是在把整个旧约创世纪很复杂的这一些的人物把它汇聚成为一个支流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篇幅。但是他要挑出来重点就是在亚伯兰的后裔，就雅各的后裔，就是现在来到犹大。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明天再继续来看第2章的部分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短短的时间来看到在旧约从创世纪一直来到创世纪当中这样子的传承从信心的第1代一直到信心的第22代，每一代都是用信心来承接先人的信仰。感谢你让我们在希伯来书当中知道信心的重要，也让我们知道信心能够支取上帝的应许和能力。也愿主帮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来读历代志，也来好好的从这些信心的族长的身上来看重上帝你所要看重的属灵的教导，
并且能把这样的属灵的传承给下一代，直到千代。我们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大家，大家平安。